點解沙比亞朗素寧願要韋碧克同軒達臣，都唔追拉荷域同哥列斯卡？車路士今個轉會窗咧，主要有兩單收購。第一眼睇咧，的確幾反常嘅。韋碧克35歲，軒達臣36歲。睇翻車路士過去幾年嘅收購方向咧，一路都係以後生球員為主嘅。安素費蘭迪斯、卡斯道、艾斯達王都係年輕有潛力，再用長約咧去留住佢哋。但係沙比亞朗素接手之後咧，車路士咧反而咧加入咗兩個加埋成71歲嘅英超老將。更加有趣嘅咧係同一個市場裏邊咧有兩個名氣更大嘅選擇，但係都冇揀。佢哋係拉荷域啦，26歲，另外咧就係哥列斯卡31歲。如果淨係睇年齡啊、名氣啊同埋能力啊，拉荷域同哥列斯卡明顯啊更加吸引啦。但係點解車路士最後揀咗韋碧克同埋軒達臣呢？第一個原因性價比。先睇前鋒，韋碧克上季入咗13球，拉荷域聯賽入咗7球。呢個數字咧唔係想講話韋碧克勁過拉荷域，而係睇咧車路士為咗呢兩個選擇咧，分別咧係要付出幾多。韋碧克轉會費咧大概500萬鎊，簽2年咧基本周薪咧大約6萬鎊啦，一年咧基本人工312萬鎊，2年624萬鎊，加埋轉會費咧2年基本嘅成本咧大約1124萬鎊。而拉荷域咧直情係唔需要轉會費嘅，人工要求咧大約30萬鎊左右周薪，一年咧基本人工咧已經係1560萬鎊。如果單計人工咧，拉荷域一年咧已經高過韋碧克咧2年人工加轉會費，都未同你計簽紙費啊、經理人佣金同獎金。保守去估計啦，拉荷域呢幾項嘅成本咧一定會比韋碧克多1倍甚至乎2倍。所以咧所謂嘅免費加盟咧，免費咧只係轉會費，真係計落去咧，成單交易咧其實一啲都唔。如果再用上季啲入球嚟做一個粗略嘅比較啦，韋碧克咧2年基本嘅成本係1124萬鎊，平均一年咧大約係562萬鎊。用上季13個英超入球嚟計咧，每球咧對應咧大約係40萬鎊。咁拉荷域咧，如果一年基本人工係1560萬鎊咧，用上季嘅7個聯賽入球嚟計咧，每一球咧係223萬鎊，接近5倍。軒達臣自由身加盟車路士2年約，年薪大概300萬鎊，即係2年基本人工大概600萬鎊。如果哥列斯卡同樣係自由身加盟嘅話咧，市場嘅傳聞咧大概要700萬鎊稅後年薪。如果簽2年啊，單計年薪咧已經係1400萬歐元，而且係稅後啊，再加埋簽紙費啊、經理人佣金啊同獎金，保守估計咧哥列斯卡呢幾項成本都會比軒達臣多1倍。所以齋睇成本啊，韋碧克同軒達臣一定比拉荷域同哥列斯卡抵用好多。第二個原因，角色定位。如果車路士要買一個長期正選嘅中鋒咧，希望佢一季咧係大量咁入波嘅。拉荷域當然係更加合理啦，26歲當打，每星期30萬鎊人工，你用呢個價錢簽佢翻嚟，本身就係主力級嘅待遇啦。但係如果沙比亞朗素需要咧只係一個輪換嘅前鋒，情況就完全唔同。有人傷你揾佢頂，或者需要另一種踢法，你可以換佢入場。最後20-30分鐘需要有一個有經驗嘅中鋒都可以用。如果你要呢種角色，韋碧克已經做到，而且佢35歲，心理準備咧係完全唔同嘅。佢嚟車路士之前咧已經知道唔會場場正選，沙比亞朗素想佢坐後備席，佢都預咗要坐。但係拉荷域就比較難。26歲當打，收緊正選級嘅人工，你同佢講同其他前鋒輪換，間唔中坐下後備，當然可以啦。但係如果佢幾場都冇正選，或者踢到中場60分鐘就俾人換走，拉荷域一定唔甘心。一有情緒咧，問題就唔再係一個人唔開心，個更衣室會感受到，傳媒咧亦都會無限放大。今日咧就問拉荷域點解坐後備，聽日咧就問佢同領隊係咪有問題，下一場60分鐘又俾人換走，又可以影住佢個表情講幾日。本身車路士咧就想簽個前鋒翻嚟咧就輪換，但係咧反而咧多咗一個要管理嘅問題。韋碧克咧就正相反啦，佢坐後備唔代表冇火，有時正因為咧坐咗幾場後備咧，反而咧更加餓波。
去到咧70分鐘、80分鐘先放佢落場，得20分鐘、30分鐘俾佢去證明自己咧，佢可能仲搏嗰班後生仔，因為咧35歲嘅佢咧知道咧機會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咁多，每次落場都要把握。對沙比亞朗素嚟講咧，呢種球員其實好好用，坐後備佢接受，叫佢落場佢肯搏，唔會因為咧自己唔係主角咧，就會將個負面情緒咧帶入去更衣室。所以咧，如果車路士咧只係需要一個輪換嘅前鋒咧，而家要睇嘅事咧就係邊一個更加適合做呢份工。軒達臣同哥列斯卡都係同一個道理。如果球隊只係需要有一個有經驗嘅輪換中場咧，一個接受咧坐後備，需要嘅時間落場幫手嘅軒達臣咧，可能咧會比一個咧仍然期望咧係大量上陣時間嘅哥列斯卡咧，軒達臣咧係更加容易咧配合球隊嘅。如果我係沙比亞朗素，要揀輪換球員，我都會偏向揀軒達臣。第三個原因，合約同埋球隊管理。過去幾年車路士咧買咗大量嘅後生球員，而且好多時候咧都係長約嘅。沙比亞朗素接手之後咧，問題咧未必係人手唔夠，而係人手太多啊。所以咧而家要諗嘅就係點樣去整理翻現有嘅陣容。有人咧係要賣走嘅，有人咧亦都要借走。有啲位置咧本身已經有好多個選擇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每加一個球員咧都要考慮份合約咧要留幾耐。對啲後生球員嚟講咧，長約咧係有道理嘅，因為球會咧會預計咧佢哋仲有啲發展空間，未來咧仲可能會升值再轉售。但係韋碧克35歲，軒達臣36歲，車路士簽佢哋咧本身就係解決一啲短期嘅需要，所以咧2年約咧已經好足夠。2年完咗約之後，人工個空間咧係即時釋放㗎。車路士咧可以重新決定咧呢兩個位置咧點樣處理，但係拉浩域同哥列斯卡嘅情況就好唔同。如果車路士咧要用高人工咧，同埋一啲較長嘅合約咧，先至可以簽到佢哋咧，風險咧就一定唔係今季，係未來嗰幾季。佢哋有可能受傷，可能狀態唔穩定，球隊嘅戰術咧可能改變，而領隊都可能換咗啦。一旦咧球員咧唔再配合嘅時候咧，個人工仍然係收咁多嘅話咧，一旦嗰個球員咧係唔適合球隊，但係佢哋嘅人工咧仍然好高啊，想賣佢哋咧就好困難。唔係淨係講緊個轉會費，而係咧要接手嗰隊球隊咧要接手埋佢份人工啊。最後咧個球員咧可能會變咗要外借啦，或者咧係要幫佢支付一部分嘅人工咧先至可以外借得到。而呢個情況咧一路要等到佢完約。對本身咧已經有大量長約嘅車路士嚟講咧，再加埋呢啲高薪嘅球員嘅長約咧，會令成個球隊嘅管理咧係更加困難。而喺26-27年開始咧，英超咧亦都有一個新嘅限制條款。簡單嚟講咧，呢條條例唔係限制你咧可以用幾多嘅轉會費，而係限制咧球會咧每年只可以用幾多嘅收入咧去到出糧嘅。球員嘅人工要計啦，教練嘅人工要計啦，經理人費要計啦，買球員嘅轉會費都要計，但係咧就要按呢個合約年期咧攤開嚟計。例如你用5000萬磅買一個球員，簽5年約，唔係第一年一次過計5000萬磅，而係每年大約計1000萬磅攤銷個成本啦，然後再加球員嘅人工啦、教練人工啦、經理人費啦。一般咧，英超球隊咧係要將呢啲嘅隊伍嘅成本控制咧，喺呢個相關收入加球員嘅交易咧收益大概 85% 左右。如果踢歐洲賽，就會有更嚴格嘅限制。所以真正要睇嘅咧，唔係今年仲有冇5000萬磅買人，而係你今日簽一個高人工嘅球員咧，之後嗰幾年咧會食住你一部分嘅額度。例如拉浩域，如果簽4年，每星期30萬磅。車路士咧唔係只要今年要承擔，下年要，再下一年都要。如果佢係球隊核心，場場正選，咁啊一定值得啦。但係如果佢只係一個輪換嘅前鋒，就好難解釋點解要用4年嘅高薪咧去填呢個位置。哥列斯卡同一個道理，如果用高人工簽佢幾年，每一年咧都會佔住個預算啊。
咁車路士咧本身已經有大量嘅長約球員啦，再加埋幾份嘅高薪長約，之後想改個隊伍嘅編制咧就更加難喐。韋碧克同軒達臣就簡單好多，2年約，人工相對低，用得着就用。2年完咗約，呢個成本咧自然離開球隊。車路士到時可以再買新人，可以咧提升一啲後生嘅球員，亦都可以將預算咧換去其他嘅位置。呢一種彈性咧，對於而家嘅車路士咧其實好重要。咁我哋而家大概可以解釋到點解沙比亞朗素要韋碧克同軒達臣都唔免簽拉浩域同哥利斯卡，唔係因為韋碧克勁過拉浩域，亦都唔係軒達臣好過哥利斯卡。答案其實係配對。轉會市場其實就係一個配對遊戲，冇話邊個球員一定最好。如果車路士需要係2個新嘅核心，拉浩域同哥利斯卡一定係更加吸引。但係如果需要一隊輪換嘅前鋒同埋一個有經驗嘅輪換中場咧，成條數就唔係咁計。韋碧克同軒達臣成本低，亦都接受後備嘅角色，合約又短，坐後備咧亦都唔會帶嚟大量嘅負能量。上場20分鐘、30分鐘，反而更加想證明自己。對沙比亞朗素嚟講，呢種球員最好用、最好管，亦都唔會鎖住未來幾年嘅預算。所以免費反而係最貴。最好嘅球員未必係最好嘅收購，最緊要係夾唔夾對波。